么你老乡亲朋友来了解的是你哦，车先生讲的那个步马症、步马情哈。一般来讲哈，你谈到也係看到嘅時間，會知道講亞洲係一種傳統嘅民俗活動，民俗嘅民俗法通哈。不過其實老師公司採訪哈，我看到安樣嘅表演係法通嘅時間，我嘅心肝頭哈有一股暖意，我會知道意歡喜，我會知道講哇情感通。佢一般人會講佢有乜解好感動嘅？你公司採訪，有比亞嘅霹靂舞，亞嘅現代舞，要比不贏，對不對？你講亞嘅口技按法彈，人家的聲光音樂有冇哇 LED 有冇這種嘅東西？比下一個事情，會知道，你就會覺得佢較傳統嘅按用嘅民俗法通，就感覺上比較沒有看頭。唔講我係講正經，我係講亞青島你看表演嘅時間嘅一種心聲，有冇？可是大家可能沒有看到嘅其中的這個奧秘，因為講咯，我會知道講其實青春有嘅係為什麼我講我看到情感通，因為我很怕，我親驚乜概念喎？唔係驚嘅講八婆，我唔係講八婆，唔係都唔係，我係驚會模擬表演。我模擬表演，係唔係？你啊，真係係一個危機，做啲人講啊。也有樣哦，人家步馬稱啊，我記得我細時間那就有，我嘅鄉下那就有，但是呢，到人家年紀也以為見到印來就印成。尤其一擺我在102年12月16、17、18，3年呢，在苗栗有舉辦一個很多全國二層的比賽。我就也當用係拿到全國的第3名。全國第3名。嘅比賽內容呢？我要看一下，除了有娘子、娘柳，還有乜百家將啦、天鹽站太子啦，還有其他稱頭全部都有。但是呢，一個評審老師佢在最尾嘅時間，佢有講一句話，講係你要保持原有嘅傳統。所以你要創新，你就像也人講嘅天鹽站太子樣嘅，以前佢咪用鑼鼓，鑼鼓跳。也變得用音樂，變得舞咧，並唔係用傳統嘅表現。我哋步馬稱呢，就完全就按照以前呢，比如講，中央鑼鼓出，中間娘，還有喇嘛棒啊，到最尾完成任務來參拜一個鄉野，規則嘅歌唱嚟講，就按照以前。人講嘅走夾嘅劇情來，走夾嘅步數來，所以一真傳統嘅東西係咪要保留？大家一定要來同佢認同。當然，創新我要講過，像步馬舞，佢就係跳舞用音樂嘅，我用稱頭嘅，用打鑼鼓嘅，要夾要慢要喇嘛棒要參拜，各樣嘅鼓就全部都冇用咗。也係出得大家認為講，也係傳統嘅東西，係咪？愛來同佢費用，傳統嘅東西愛來費用，就像先生講嘅，唔講公司採訪啊，跟你做亞洲事情，跟模擬啊，先生你明我嘅意思嗎？你很想要發揚，你傾向於神芒大表演費用，也係傳承愛用嘅東西，唔講佢模擬參加，我用愛用嘅問題。要，所以呢，我在也係差唔多70年到3個嘅時間。除了以前我自己後生人要教以外，後尾我就出隻就傳到我歌謠班去。我要同你講，唱歌嘅係屬於韻嘅，唱山歌嘅韻嘅，人家娘步嘛係舞嘅，娘步嘛係舞嘅，娘步嘛係舞。對，你講啊，我要多少嘅本大家聽筒啊，身體我電腦較好，所以我哋鼓勵一個山歌班嘅學員，大家盡量來學一個步馬稱。所以學員呢，當到尾要接觸嘅，留到一個，我60歲，自從就唔是教過步馬稱，就是看過人養過，但是唔是親身去來養過，所以我講我咪分養喺度咯。在動作較激烈咧，比如講騎馬人，有騎馬，我騎馬人做將軍，我騎梁山嘅人，呢度雖動作較激烈，你年紀太人太唔好，唔怕，做公八婆啊。做嚟開花籃啊，做嚟做船嘅啊，而家講路備展啊，當然啦，我咪盡量鼓勵嘅人講嘅，
我由後代仔來繼續來一個傳承。所以我哋會鼓勵一條聲音咧，講大家向下來教一個步馬chân，真實原因我年紀大咧，我真正耐冇，後面也後生嘅，佢會再繼續帶起來，下擺就會繼續來傳承下去。其實佢問一下先生，佢童年學嘅，T 四嘅年紀係幾多歲？幼稚園年齡。幼稚園哦，跟3歲4歲，就差唔多4、5歲安樣。4、5歲聽聽，跟年較貼太嘅咧。太哦，6、70歲。6、70歲也有啊。6、70歲。佢做得老人家做得靠牢固啊，啊，新年咧，佢做得陽光多趣嘅啊，哦，做得講，好像開發啦咩啊，來新年陽咩千人千了，哦，請等一下哦。喺新年搞時間，我會做較細條嘅，哦，像馬來講，我會做較細片嘅馬。上年我做較細條的位，哦，路邊錢啊，做較細雜的位，哦，發達咪重要，甚至用公辦活動啊，做較細雜，本嘢就去4年弄，其實4年弄起來啊，點都比人講嘅太年來弄更加神奇。你講別有一番風味，因為你看4年按樣做，你知道清突然下有冇嘅？有樣。你看太年嘅感覺冇強，你看太年會知道講哇，有較真實啦，好較真實。你4年咩時候有冇按定一下？4年嘅，對。佢教嘅按傳統嘅東西，一般來講，人家說玩風箏也好啊，玩電動有冇？天通啊遊戲啊，也係跳嘛，嘅現代舞啊，結果唔係哦，佢係玩步嘛，釀步嘛，釀步嘛。不過先生，公司採訪哈，這個也是要有一些這個成本的投資呢。哦，啲錢要輕重要啊。真是啦，你為咗要傳承一個文化，你就冇講哦，這些錢自己要出唔得。冇按樣東西，按樣本人來贏，也係點。嗰人來講，人就啲作現代神父來贏馬，條拿來帶當冇嘅，就係無搶。幾當然啊！你既然我來做創業，我要創業冇，創業啥？我到位是創業。我要到位，嚇！你做將軍嘅人，我要結劍卡定，哦，還有將軍嘅制服。騎馬人，我要騎馬嘅神父；梁山，我要梁山嘅神父。呢條神父呢，就係本人家講，也就按照傳統咧，所以呢條東西實在是真驚人。尤其喺廟裏嘅地方嚟講，每年元宵節我幫羊幫步嘛，佢多多支炮一幫係冇啲2-3萬個人就幫爛鐵。因為幫爛鐵就爛窮嘅啊。對，就爛窮嘅。有啲就步唔得。假使講你冇用一條東西去，要做唔得，要做唔得，就冇槍，冇槍。韓槍嘅鑼鼓未重要，鼓係打叫屈踢踢。所以我睇睇就冇，我冇生踢。而家講原本嚟當仗打嚟打去打爛踢，鼓皮打爛踢也有可能。故所會知道吼，故所因為按用嘅原因吼，其實會知道青島嘅後生，你係講假日，你講步馬chân，慢慢咧，他可能會去再轉向其他嘅較傳統嘅法統，像係釀釀，就這樣吼，也係講其他像八家將，會按用有按用嘅情形。有按用嘅情形，剛才有講過咩？釀步馬，我一條除咗一條道具以外呢，一條神父就係嚟睇問題。我條以前一開始，我簽一條神父，冇人改簽鐵建築冇，剛開始出社會咁冇建築，所以佢同人用做嘅，1萬步200、300個人，也係講釀10萬步500個人一身嘅按樣嚟催你釀，到簽咧，自家建築有咧，然後開始出錢嚟賣。但是呢，你表演唔做唔嚟講作爛嘅自跑幫過出去表演啊！人家講從前劇式嚟樣嘅啊，所以我也就盡量以表演嘅為準，盡量製作先嘅，也一製作咧，可能1-2萬就可以，東西要完成啦，道具要完成啦，該愛玩咧，人就愛玩。按出去表演，當邊可以個，唔會一樣碌碌卜卜樣。也係較專業嘅感覺嗬，希望你會知道講，哎喲，你客家嘅團隊出去嘅時節，會知道，哎喲，唔係真認真嘅感覺，唔係真專業嘅感覺。所以唔可以也教步馬，做馬講教嚟教去，我較少年嚟教，年年起碼釀釀啊，像而家條也，像係廟裏釀釀千度，可能釀釀有2-3歲，步馬就1歲2歲天天，乜嘅年年咧。因為雖然咧，佢釀釀嘅唔是用古代神父，就做一般嘅樣嘅體育衫，就做得出去嘅。係上時候嘅上半身做 T 恤是做得嘛？嘅人講嘅，我哋步馬chân唔好重樣啊，
所以刘德华安样成分，我样了，爱练，爱德华同时爱练，可能特样的角色，爱讲人爱自家去练。刘德华人讲高粱较急，较神气啊，所以呢，驸马村啊就会较少年，也好的，我自家歌谣班，也得三个班呢，也得学生诶，不管老嫩，像刘德华生意呢。佢们因為講，唔去教育驸馬，我學快冇。但是佢唔知講，人家真正係推廣人家傳統嘅文化，並唔係相似相打，係大家練習起來學人自家嘅一個傳統嘅文化。所以我同家長嚟度講，所以細嘢睇睇細，連老人家就會來教。真嘅啊，唔好講學快嗬，嘗試嗬，佢唔但止唔會學快嗬，係講要可能要一些會變快嘅聲音嗬來學呀。東西哦，佢會轉過來，因為吼，佢係一種目標嘅，他有一個目標嘛，有個目標嘛，而且因為大家向下嘅發通，故所佢會知道也蠻有向心力嘅感覺。因為佢下課過後係個冇事情，就是大天通啊，不過也做唔到哦，也下課過後啊，做唔到去大天通去練娘步嘛，故所按樣嘢更好。所以我以前我鐵路鄉公所產品嘅69年嘅時間，就我退伍咗嘅時間，就會來推廣人家嘅驸馬村，佢最主要就協助一條青少年，做嘛呢？本以為咧，而講正當嘅係娛樂嘅發通，讓驸馬，唔可以講上空上劇，也去做壞事情，最主要，呢個驸馬村就要鼓勵大家，一定要團結一心，共同為人自家殺氣來打拼，所以這樣時，我鐵路成立驸馬村嘅時間，我就接起一個創業，就開始。對下就講有30人嘅，有30人嘅吼，難怪要知道講哇，按樣嘅事情哦，公司採訪也下愛來傳承按樣嘅事情係已經冇按改嘅，唔過先生一做就做30年咧。對，你像以前我哋做得講搞鄉村嘅人，鄉村嘅人咪青島也搞驸馬，但是都係出嚟社會以後，並冇去到實搞。我定係自己本鄉，有啲想車先生。也都按到喺面度車貴嘅，佢以前咩同佢重要，佢咩專門做驸馬嘅嘢，但是做嚟做去呢，佢又嚟做了，到後尾驸馬呢，你冇辦法就自然佢自己都搞，也因為佢嘅身體唔好，佢就冇再繼續做下。公司採訪，我堅持係冇按改嘅事情，真係我堅持真係冇按改。你講吼做1年6年有發圖哦，你講種10年20年吼，這種嘅真的是會較捱嘅吼，跟係講拄到嘛個困難吼，會堅持下去吼。唔過其實吼，唐先生講吼，你要試到其實養驸馬吼，也係講驸馬親驸馬母吼，個頭擺個鄉親朋友吼，看到嘅時候要試到哦，當有感受吼，因為個係富裕嘅，個兩下個後生伊看到嘅時間嘛試到喲，伊神奇哦，頭擺冇看過吼，所以基本嘅車先生咯，大家分享蠻多，唔過吼，其實堅持係有當到嘅困難，吼冇限改，唔過還有嘛個東西做咧，大家都打嘴鼓聊下，你等下陣再來。